直播哈。OK，减少教会公布第6期，顶回读到第几啊？我显示我袂记啊。即嘛连共一个时间读几啊本书，读到我家己袂记。第6期。顶回30杯。30啊，顶回已经读到3杯啊吼。Copy image address。38页是伊的第几页呢？38。伊的第六页。第6页吼。好，第6页。为什么第6页是主日信量？我看卖。是吗？分别发音，咱敢已经读过啊。我们正手边遐头一段已经读煞，读到遐。哦，头分别发音第一段已经读煞对了吼。对。来，我甲这个 copy 出来。这么大字，好，分别发音。好啦，紧紧来甲读过啦吼，无已经袂记顶回读个分别发音个。阮常常苦劝人，毋若着读字，也着学写。有诶去学到字头字尾拢识，不过要落音号常常落毋着吼。当下面有印几若项是调工无落号吼，要互恁家己分别遐个音，着大声读一遍到明白迄个意思，后来夹笔来记吼。头一站所印的就是马太第5章吼，马太5章第1甲第10节，互恁记明白通现性册来对吼，看对啊毋对吼。其余所印的是对初学阶梯吼，阶梯的阶梯吼，顶回读过吼。假细的吼，初学阶梯假细的，记明白通摕互较会的人该评吼，该评论啊评断吼。即号的工是较无合伫安息日，着听候拜一来做吼。就是讲做即种学白话字的工，伊讲较无适合伫咧安息日做啦吼。安息日是咧做礼拜亲近上帝啦吼，毋是咧学字的吼。所以即只特别讲较无适合吼，拜一再来做吼。好，这无声调符号啦吼，我来读看卖啊吼。因为圣经我应该拢读过，这我应该知影啦吼。耶稣看见众人吼，就上山来坐吼，学生自习，耶稣开喙教示因讲吼，这应该是啥物登山宝训吼，迄段吼。谦负心的伊这项我较早读的迄个巴克的版是翻译的无介相像吼，因为这是100偌侪年，186年的时阵，迄当阵应该巴克的版还袂出来吼，所以迄个翻译的词无介相像吼。谦负心的人有福气吼，因为天国是因的国。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的确会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稳当得到土地。人亲像枵喙焦，心无义，才有福气，因为因的确会饱。熬怜悯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通称呼做上帝囝。为着囝，互人困着。即个惊号，互人困着，即个惊号我看无吼。为着囝好的款啦吼，为着囝好，互人困着的人有福气。歹势，为着惊好啦吼，为了行义受逼迫吼，这是华语的版本是安尼写吼。为着惊好，互人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国吼。我毋知你有发现讲，我咧读圣经的部分，颠倒比读小说紧足侪吼，因为尤其是这个连声调符号都无好，照你是会读到20-60条吼，但是圣经实在是足好读的版本吼，圣经是足简单的文本吼，比去读小说搁较简单足侪吼，所以你若要学白话字，其实是圣经是一个足好的文本吼，对新约圣经开始读起吼。旧约嘛是会使，旧约是故事性较好啦，所以你去读旧约嘛是会当吼，都是初阶入门的好文本吼。我意思是讲，圣经是足好的文本，足简单读啦吼。你看我读小说的速度，甲读这个速度，你就知。当然一方面，圣经我是识无毋对啦吼。好，安尼，即页读煞，过来后一页。好，小二答。好，小二答应该是，就是含囡仔的问答啦吼。原来是无即个声调符号的吼，我爱摇吼。有一日，孔子行游。路呢，拄着一个囡仔，就问伊讲：天下什么好的花无烟？歹势无声调符号，这真正读袂出来。我毋知你讲啥吼。天下什么好的花无烟？囡仔应伊讲：花金青的花无烟啦吼。好，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天下什么好的花无烟？囡仔应伊讲：花金青的花无烟。佮问：什么好的水无鱼？囡仔应伊讲：钱内应该是钱啦吼，古钱内的水无鱼。佮问：什么山无石头？囡仔应伊讲：土的山无石头。佮问：什么树无叶？囡仔应伊讲：高达的树无叶。高达就是干枯干吼，高达吼。爸比高达咱捌学过无？你捌学过？你有印象无？我伫想。无，安尼表示无啦，咱就来查啦吼。高达，因为我听我已经查几啊遍咯，佮。刚刚有啊，是哦。KOUTA，敢若是第5声啦吼。高达就是干枯啦，枯掉啦吼。高达的树吼，树长高达去吼，这是例句吼。即个词无啥物特别的，无其他的，做啥物无共意思的，就是干那一个意思，就是高达吼，就是干枯焦掉了吼。
啊，形容就是譬如讲树啊啦吼，实物高大吼。印象主要是伫咧形容树啊，所以你看高大诶树，树长高大去吼，例句拢是讲你讲实物啦吼。OK。你讲讲你爸母会讲伊高大，爸母诶想讲高大。会卡。哦，会对啊。我顶回我顶两遍，我拢其实我毋捌咧注意，串拢写啥。我去个翻头去现恁进前写，我感觉诚趣味啊吼。安尼诚好啦，因有讨论嘛，互相有讨论吼。好 ，OK， 看较对，高达，高达对。什么树？哦 ，OK。佮问什么树无叶？吼，囡仔应伊讲高达诶树无叶，嘛无一定高达啦吼。即嘛秋天伫北美遮树仔着叶拢落了吼。孔子就学了伊讲囡仔，你真敖，你真敖讲话啊！吼，我读这个读啊哩哩啦，为虾米？因为圣经内底诶事一再出现，重复直直出现，所以我读久，我着自然就是足熟诶啦吼。啊，这你看咧，头一遍看到诶书，我着念袂出来，伊也无飘声调，我根本就毋知啥物意思吼。好，过来，辩倒孔子吼，这该是啥物初学该摕遐印出来，我毋知啥物字吼。辩倒孔子。早日，孔子去东方行游，看见有两个囡仔伫遐辩论。孔子问伊：“恁辩论什么代志？”一个囡仔应伊讲：“我看日起头出的时，离开人较近；到日头的时，离开人较远。”阁有一个囡仔讲：“我看起头出的日，离开咱较远；到日头的时，离开咱较近。”囡仔就辩驳伊讲：“日起头出的时，大亲像车轮，大亲像车轮；到日头的时，正有半面的大尔定吼。即个半面的大，我毋知，因为无声调，我毋知是啥物意思吼。半面，哦，这咸毋是离远就细，离近就大啊！哦，就是讲早起时日头较大，若车轮啊，甲中昼较细嘛，是，所以离远就细，离近就大吼。搁一个囡仔辩驳伊讲：日起头出的时，天气清凉；到日头的时，热亲像滚汤是啥物意思？滚汤啦吼，应该是滚汤啦，就是热亲像滚水安尼啦吼。这咸毋是近就热，远就凉啊！孔子听见安尼骂的决断，通应。两个囡仔笑伊讲：“一嘴讲先生有知识嘛？”哦，啥物人讲哇？讲你孔子讲诚有知识，结果连这个讲无法度决断吼。顶面所论，日头会远近。其实是怎样？当通在一日的内面，拢无通分别日头的远近。早起时看是偌远，日头的时也是遐远。不过要算半年，才有整绝，这什么意思？还是我无理解吼。
约袂着啦，毋知你讲啥吼。不过要算半年才有精蛇，这是精蛇，知啥物意思吼？即号的道理，人袂得通念边明白，着读天文才会知吼。好啦，读个就好。主日信良好，过来就是主日信良吼。这应该是拢圣经的经文啦，我看觅啊。答应哥林多前书2章20做题目，第上帝替伊的百姓有备办天堂的福气，是目睭袂捌看见，因为迄个福气的大尾拍算，大尾会拍算伫。要来议论，着用世间第一宝贝的物来讲，犹佫是讲袂尽吼。第二，咱现时的福气也是即号，因为咱拜上帝来求福气，毋是亲像世俗人伫求富贵、体面吼、身躯勇健即号的，咱是咱的心着清气上，通交陪上帝，咱的福气就较全。后壁经文即拢人个，经节的所在拢人个。第三，咱人着受圣神的感化，才知影通求上帝所备办的。看第10节吼。因为人算咱是真戆，看见咱放杀因所对中的，也无得到什物福气吼。因为人算咱是真戆吼，因为别人看咱足戆的啦吼，看见咱放杀因所对中的，因所对中就是因所珍视、珍重因所要爱的物件，咱颠倒无重视啦吼，甲放杀去，也无得到什物福气吼。好，这种人个，咱最后一节吼，咱对安尼通得到安慰，着倚靠上帝的恩典，伊的疼痛，伊的感化的相通。后来人要捆着咱，一真抢咱的物，直到陷害咱的性命，犹佫袂会碍着咱的福气。这是主日信良吼，读过就好。第8页。因为是对第1期开始，第1页一直连续引来，所以这是到第6期，这才是第40页吼。第40页是教会的消息吼，所以你若看到教会的消息，意思就是即章要结束啊吼，即期的内容要结束吼。伊甲教会消息写伫上落尾。你若有去教会，你看伊每一礼拜时，伊拢分一张单互你，一张大头。你入去进前，伊咧门口分一张大头互你，大头就是停书单啦吼。今仔日礼拜停书单吼啊，最后拢是会写教会的消息吼。所以为虾米教会公布就是安尼，即个形式就是安尼。教会消息吼，咱来看觅内底有啥物台湾的消息吼。前场的教会部有出2个题目，请各位的先生兄弟毋通掠做无要紧。所讲辩论信主的意义，毋是干那要辩论迄个牧主帮。牧主帮是啥物件？毋是干那要辩论迄个牧主帮，是要总论好主公会离去。即马看安尼看有啦吼，牧主帮就是神主牌啦吼。
OK， 那我搁读一遍吼。所讲辩论信主的意义，毋是干那要辩论迄个木主帮吼，毋是干那要为着信主帮来辩论吼，是要总论好祖公的理气吼，就是要好祖的理气啦，爱做一个说明吼，着逐人家己做，着人家己做是较好吼。若有2人3甲做，着注明吼，就是你咧写即文章的时阵吼，家己写家己的啦。啊，你若讲要2个人写一篇嘛，是会使爱注明吼。互阮另外批评，检测另外赏吼，因为即都敢若办作文比赛吼，征文比赛吼，要做论吼，毋免的确是入教的人，正人拢通，也论祈祷的题目，毋望济人来做吼。虽然无趁迄个赏，毋通拍算无采工吼。就是讲，因出2个题目，一个有征文的有赏金啦，啊，另外即个无啦吼。即个2个题目，咱之前读的，敢第5期、第4期有讲起吼，伊征文就是第一个是要论迄个祭祖的即代志啦，拜神主牌的即代志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论祈祷啦吼。啊，论祈祷即个伊讲无，虽然无趁迄个赏吼，毋通拍算讲无采工吼，毋通拍算讲是无采工吼，毋通安尼想。若会晓写白话字，济少字拢着做吼，不管长啊倒啊，做你写对吼。李论忠迄阵书有互官府办，伊即有诶代志无讲啊足明吼，大家知影伊就无爱写吼。所以即阵书啥物书我嘛毋知，咱继续看吼。李论忠迄阵书有互官府办，是因为互领事官逼伊吼，领事官逼伊爱办就对了吼。兄弟去入庭，咱来查一下啥物叫入庭吼。我相信就是去行法院啦，即嘛人讲行法院啦吼。入庭TIANN 第5声吼。入是第8声。入庭就是提出诉状，叫做入庭吼。就是我拄则讲行法院去共相告啦吼。入庭吼，较早人就是安尼讲法啦吼。啊，你即嘛安尼讲嘛是会使啦，逐个听有诶情形之下啦吼。啊，听无你著爱规说互听，啥物叫入庭吼？入庭伫倒位啊？李论忠迄阵事有互官府办吼，是因为互领事官逼伊兄弟去入庭，因拢毋听吼。兄弟去迄个叫啥？提出诉状嘛吼，入庭，因拢毋听，无咧相插诶啦。啊，即嘛西洋人迄个用领事官来甲压伊就只好办吼。有掠2人来拍伊，也牧师会免，有会刑，有会赔，无够额。甲咱安尼着煞吼，应该是教会可能去互迄个暴民甲因拍甲因抢诶款吼。迄间厝犹原是归伫咱，毋免互伊赎倒转。这应该是含可能去甲买，还是甲说厝做拜堂，结果出代志吼。不过即点，甲咱毋通自责吼。行了搁再搅扰吼。阮犹顾伫议论看，怎样着修理迄间厝，毋望别日要做礼拜堂。
领事官有讲，阮牧师着一人学因的客话，就通过来拍算。叫牧师讲，爱有一个人去学客话啦吼，因为理论证敢若是客人证。理论证，即嘛要查即个理论证，我毋知查会着诶吼。有可能是屏东迄边啦吼，因为迄边有客人嘛。理论证，台南州好买郡吼，所以毋是伫迄个吼，毋是伫屏东我误会，是伫好买遐吼，西螺好买啦吼，恁知啦吼。我看觅吼，理论证是清治时期甲日治时期初期属伫布氏堡西螺堡的48庄。伫1896年4月隶属台中县云林支厅，1897年改隶嘉义县。1897年就日本时代啊，1896年、97年拢嘉义县。1901年县和辩务署废止，而改隶斗六厅，论背西螺支厅。1903年，这48庄迁入去什么区人过吼，反正就是斗六西螺遐啦吼。1920年，原保利一行政区废除，该庄改为大理社。迄当阵吼，日本庄头有大理、小理啦。我无介清楚这物件吼，我到即马还佫无介清楚吼。理论改称理论，12庄合并为台南州好买郡理论庄吼。庄下辖内分做遮尔侪吼，12大理吼。好，这知影就好啦吼。理论庄但是看几部我佫毋知影理论到底是就是好买诶哟，是好买还是倒位啊？伊拢无讲即嘛是啥物所在。而且理论乡，打云林县理论乡吼。各位知影伫倒位无？毋知着爱查一下啊，吼。地理地图，好，理论乡伫遮吼。OK， 哇，那遮慢。西螺伫遮吼，好买伫遮嘛吼。无看西螺理论论背吼，好买伫遮吼。创冠线就是较早台一线啦。哪会无看？创冠线敢若有经过西螺好买啊，我为虾米无看着？好 ，OK， 理论伫遮啦吼。斗南土库，云林县大家可能较无遐熟啦吼。云林县的迄个县治伫斗六遮吼，这是国道国道1号啦吼。好 ，OK， 知影一个就好。理论证吼。遐客人我毋知，我知影伫咧延建，恁知无？永靖啦，彰化延建遐是河洛客啦，即嘛拢讲河洛啊啦吼，即嘛拢讲台语啦吼，是因是河洛客，所以延建的腔口含咱拢无啥共吼。永靖因叫做延建吼。好，拄则讲到对领事官讲恁爱一个去学客话啦吼。
就通过来拍算吼。即个也是阮所爱，不过是欠工吼，毋望别日牧师较侪人来吼。好，即条消息讲了诚暧昧，毋知啥物发生啥物代志，敢若知影歹代啦吼，去教堂可能去互破坏去吼。12月14日，大学甲中学要放假吼。咱即满人讲放假吼，其实是迄个假的意味是毋对啦吼，放假吼。咱看一下监理点。有无？监理点内底讲放假，啊假是 fake。哦，假啦，放假嘛会使，放假就是第三声啦吼。我意思就是第三声放假拢会使吼。啊，但是你若讲放假就变成是 fake， 所以照理是袂使读假，要读做假。放假吼，啊，这恁知就好啦。啊，别人读毋对，你若要甲你要甲纠正，你要甲伊要听毋听，我想伊感觉你就无聊啦。好，你家己会使安尼讲啦吼，放假吼。12月14日，大学甲中学要放假吼，到明年正月第17日要搁自习，迄叠学生要来中学，逐人着带5个中重银。啥物叫做中重银？等下查看觅吼，做半年的伙食所费。即叠大学的学生有13人，中学的学生22人。中重银，重银知啦吼，中重银是啥物毋知吼，中重。TIONG 中 ，TIONG 中，重 TANG 第5声，无收。中重银，我有写毋对无 ？TIONG 第3声对啊，啊，伊是第7声的重，中重吼，毋是重吼，我误会。中重嘛无，这到底是啥物件？中重，看一下出台语。毋知中重银吼，毋知。好，人个啊，这以后有机会看啥，啥物人知影甲我报一下吼。过来是即个10月初八日，安医生甲医生娘有起身要长去祖家歇2年，伊先生娘也有甲因去，因为伊的啥物身躯破病，所以着转去。望
过是暂时若定哦，望不过是暂时若定。10月初6日已经有新的医生来，到11月11日2个姑娘也有来府城。迄人教会甲来对国外来台湾传道的还未嫁出来查某囡仔叫做姑娘啦吼。所以2个姑娘也有来府城，因即碟伫读册学即边的话，医生望明年正月要搁开医生馆。如果还袂知到第时才会熟吼，如果还袂知啦，还袂知到第时才会熟吼，毋知还袂熟如何，毋知当时才会熟吼。好，继续答咧。后山3个教会。后山应该一般是讲花莲啦吼，已经但是伊即遮可能是讲台东吼，我因为这是南部啦吼。后山3个教会已经4年较加，拢无牧师去巡，到今年9月21日，涂先生有起心要到遐，咱传道里的兄弟2人，就是朱中兄甲庆兄有甲伊去吼。伊路年休一个礼拜日伫老厝庄，也即个礼拜日伫本基湖。即个礼拜日伫本基湖，本基湖是即嘛叫做奋起湖吼。迄个湖吼，写汉字写湖会误解去吼，其实遐无湖啦吼，遐无湖水吼。迄个湖是立地的所在啦吼，土迄个地势较低的所在吼。本基湖，本基就本来就是哪一个三平山围调的嘛，伊个所在较立落较低的所在，本基湖。即嘛叫奋起湖吼，后来过山去迄边吼，奋起湖阿里山是讲阿里山搁较过迄边，我无介清楚伊安尼讲。老厝庄我毋知即啥物所在吼。阮有接到伊的消息，讲因过山。一路拢平安，休一礼拜日伫卑南吼，卑南台东嘛吼。后来到石牌的礼拜堂，伫遐休2礼拜，甲兄弟组织，也有接纳6人入教。后来到达街啥物所在？伫遐接纳22人入教，达街无哩，我毋知吼，毋知啥物所在。我咧想讲汉字要安怎写，我用单字典查者，达街。TAK 达应该变调吼，达街达都敢若即是达尔，街 KAI， 这毋知是毋是原住民的名吼？
好，安尼无法度，因为看汉字嘛看袂出，因为这可能是原住民的名，即嘛可能无叫即个音啦，吼，所以看想袂出对啥物所在。伫遐接纳22人入教，真正是好消息。后来着过一个山到浸江坳，是伫海墘，叫做浸江坳。浸江坳，我看查到的吼，浸江，但是这啥物所在？浸江坳。我毋捌听过浸江坳即个所在吼，是伫海墘，总是阮无阁记着伊的批，字就是接吼。我较早应该捌学过吼，记接就是字就是接，无记着伊的批，就是无接着伊的批啦吼。我看浸江坳查会到未？我直接用即嘛汉字的写法来查看觅。浸江无，即嘛已经无人叫即个名了，所以毋是无人叫即个名，是即嘛可能汉字毋是安尼写啦，所以查袂到，无浸江坳哈。好，搁继续读后一段。9:53分啊！哇，遮紧哦！大会所定着逐所在的教会伫正月初一日着组织，替咱台湾的教会祈祷，请兄弟毋通袂记得，着济人组织祈祷。耶稣讲：恁若托中我的名，要求什物，我的确诚意。即张教会簿合约着做11月下，阮打算着让一月用即张做12月下，毋望明年逐月日出一张。人若要买，打算价钱做一个来出较快，毋免逐摆算吼。较快就是较容易啦吼，用台语讲话叫做较快吼，毋免逐摆算吼。阮伫遮也较看我就是较看我啦吼，较就是 make our life easier 啦吼。阮伫遮也较看我。12张的价钱着144个元，人若算一角4占600银，一角4占600银吼，互传道理的人就好。一角4占600银啦吼。好，安尼。这应该是第6期的最后一页啦吼。教会消息都无啊嘛吼，所以到第8页就结束吼。第6期咱到遮拄好读煞吼，9:56分咱读到遮拄啊好啦，后回再读第7期啦吼。因即嘛这教会部内底内容。还无看到有啥物台湾的消息吼。好，到遮。今仔日无教会部无啥物学着啦吼，歹势。若有啥物是有问啥物问题无？
语文真多谢吼，一顶昨昏读迄个歌谣内底日本的部分，你有甲人介绍，我无注意着吼。你有写着讲，我记得迄句是敢若叫做苦劳囝加两正的款啊，是安尼。讲我袂记啊，讲日本的歌词我煞袂记，讲啥物好嘢人毋通做歹，毋通善用人，毋通做好嘢人，假好嘢对啊，意思是安尼。对，不要假装有钱，穷人就不要假装有钱。但是苦劳囝加两正。哦，对啦，我本来想讲苦，意思。我本来想讲苦劳囝加两正是意思是讲，你的运命就是歹，你就是歹命囝嘛吼，你毋免加两正，你毋通加讲你敢若，就咱敢若讲好嘢人的囡仔安尼，这两正，其实你免加啦吼，意思就是安尼啦。啊，就是含语文的规则应该相关意思嘛，就是善恰人毋免踮遐加讲你是偌好个吼。好，昨昏其实学着足侪词吼，落宝就是落难啦吼，零落，日语叫做零落啦，啊，佫有啥物苦乐吼。好，安尼下底敢有问啥物问题？我无看吼，你若无就是咱就关房咯吼。好。哦，安尼我看觅啊，即个 weekend 祝福大家啦吼，大家平安快乐过你的 weekend 啊，咱后礼拜再佫继续来读吼，我再佫打迄个通知互大家。好，感谢各位到遮，咱来关房，大家辛苦。感谢大家。